来继续来看民众党27届台北市议员的选举，士林北投这区是提名汪静莹甲陈思武。选举的结果，汪静莹最高票当选，陈思武落选头。伫选后的2天，士林大停电，陈思武是抢先来通报台电，汪静莹互口说讲动作慢炖。回头过来讲，这个民众党伫士林北投摕到4万外票，才一个人当选。陈思武的爸爸，也就是台北市的前议员陈建明，是来炮轰到民众党配票的机制有问题。陈思武嘛讲，伊退出到民众党所有的群组。不过，民众党的发言人王宝珍是来表示讲，民众党并无票的这个机制。陈思武嘛，过来解说讲，伊是退出到选举用的任务型的群组，伊并无退党。极强多谢这摆议员的选举得到士林北投区第一高票的汪静莹，透早到市场甲民众谢票。不过，新科议员未经就任已经受到民意的监督啊。网友伫面册社团有抛出相片，讲昨士林失电参选议员失败，这个民众党候选人陈思武是头一个通报台电的。那汪静莹呢？伊差不多是1点钟后才出现。其实我在第一时间收到消息的时候，就已经转请公灯处跟邱成元委员办公室一起来协助。能做的部分做到了，当然还有很多没做到的部分，还是会虚心检讨跟学习。汪静莹强调讲会好好检讨。其实民众党相思之前早就铺上台面，因为伫26开票迄一暝，陈思武就公开写讲要全面退出民众党的群组，因后尾陈建明嘛心痛自责，因为民众党伫苏北摕超过4万票，足以调2色，出现这款结果引起讨论。民众党不是传统的政党，所以其实在选举并没有所谓的配票机制。思雨他并没有退党，他只是先退出了选举用的这个任务型的群组，所以其实外界可以不用过度的解读。虽然陈思武嘛配合讲伊无退党，希望外界莫乌白药，不过相处之间这款的心结，恐惊会让白色力量发生党内风暴。